活动，爱活着爱叮当。伫咧厝内面的时代，咱拢足惊活倒对无？尤其是一寡的湿地的即个时代咧，咱厝内面人更加爱帮助因来去运动，来保持咱肌肉唔通流失。所以今日咱邀请到咱的宇少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宇少教练。教练啊，咱要安怎即个帮助咱的时代伫咧厝内面，咱做一寡运动来保持咱的肌肉？会当有力量安尼啦，重点就是咧平衡啊，甲筋肉拢爱同齐锻炼，才会好。安尼第一步是啥物？好，第一步阮坐就好啊，椅仔坐1/3。哦，敢若咱做兵共款吼。对，来骹盘，伫骹头虎内底。为什么要伫咧骹头虎内底？因为遮较会栽啦，等一个会栽。来，阮两只手合作伙，等一个身躯压头前。压头前。对，你感觉骹盘重无？有较重，好，来，即马手举起来，骹徛起来，哦，对，好，来，换坐落来，有哪坐着，好，来，身躯搁压头前，搁一下2，好，来，倒落来，来，上尾一个，第3个，好，来，站，3，好，袂歹哦，大练，哦，这个就敢若是咱伫咧做深蹲的这个运动，对，椅仔的深蹲，椅仔的深蹲，对，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啥物？第二步，阮爱转体的动作，因为提物件嘛，有当时转体徛起来，等一个手嘛共款合作伙，身躯转去正边，压头前，搁徛起来，举手，这个有较困难呢。对，倒落来，转来。搁两个，来转过去，好，来徛起来，好，倒落来，搁转回来，第3个，身躯压头前，好，倒落来，这是第二步，就是咱的这个牙手徛起来，是，搁再变化了对，变做是爱转体。第3步是啥物？第3步就徛起来啊，即摆爱徛起来。对，足侪人徛高骹会袂知，所以时大人，阮夹一只骹倒骹点起来就好啊。第3步就是逆骹背安尼。对，逆骹位点起来安尼，若是袂嗨啊，安尼就是会使。安尼大家可能看无啥会清楚呢，对不？敢若咱两个人拢是咧立正站。对，立正站。咱即马是有咧逆骹背哦。有。安尼1、2、3、4、5，再换骹。对，换骹。我即马倒骹结束换正骹。换正骹。安尼1、2、3、4、5，这是训练咱的平衡感。对，平衡感。第4步啊。第4步共款，阮是逆骹位，屈落。安尼，3秒1、2、3，搁徛起来。按做3个好来，搁屈落1、2、3，起来，上尾一个1、2、3，好，徛起来。再换骹，再搁换骹。袂歹呢。第3步甲第4步，过来有第5步。第5步就是身躯共款爱转体运动啊。好，来。共款爱注意安全，换个椅啊，一只骹嘛是点呢，点呢，徛好直，徛好在，阮即马身躯先转去正边，尽量转过去，来转过转来，转过倒边去，对，安尼一个，对，我感觉转无啥会过呢。好，我甲你倒3工一个，看一个吼，来，即马转去正边，正会使吼，来。搁转去倒边，加油，好来。我手就会离开呢。手就尽量换咧就好啊。我会当放遮无？会使，交叉的我先看。交叉的，就安尼会使。好。溜着，好来，然后上尾一个。哇！好。我想袂到讲，我少年人。这个动作敢若做起来嘛是有困难，对啊，为什么会安尼啊？因为足侪人转体时阵袂使用阮的髋关节、髋关节，用较袂惯势去用遮啦，对，拢是用但是我安尼转，对，安尼转的时阵是用两骨咧转，对，不是髋关节哦，应该是拢有，但是你转伤济啊，就较无够的，对，所以完全单纯髋关节就要用这个动作去平衡好，再来转的呢，是，真好呢。好，上路尾还有一步，就是爱啉水。来，教练，来。